而有約束力。法例上係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因此，你哋嘅婚禮雖冇世俗或者宗教嘅儀式，但係你哋喺我同埋現時在場嘅賓客面前，當眾公開表示對方為配偶，並為此簽名為證後，變成為合法夫妻嘅。好啦 ，Andy 喺呢個時候咧，我好想問你一個非常重要問題㗎，所以會先邀請你揸住支咪先。踏上佢哋嘅幸福舞台。關家威先生，你是否願意以黃偉儀小姐作為你嘅合法妻子？請大家俾掌聲，新郎哥。既然你咁願意咧 ，Andy 喺呢個時候咧，唔好俾支咪俾你住，我會邀請你咧喺我哋面前向住今日漂亮嘅新娘宣讀誓詞。我請在場各人見證，我關家威願以你黃偉儀為我合法妻子。我同時並向你許諾，從今以後，無論環境順逆、疾病健康，我將永遠愛護、尊重你、敬愛你，終身不渝。請大家俾掌聲，新郎哥好真心、好真情、好真摯嘅一個宣言。好啦 ，Vinny， 輪到你先俾支咪你。黃偉儀小姐，你是否願意以關家威先生作為你嘅合法丈夫？我願意。請大家都俾掌聲，新娘子。你哋都願意同樣喺呢個時候會邀請你喺我哋面前向住今日嘅新郎宣讀誓詞。新人將結婚蛋糕切過之後，亦都象徵住依人攜手展開美滿嘅新一頁。我請在場各人見證，我黃偉儀願以你關家威為我合法丈夫。我同時並向你許諾，從今以後，無論環境順逆、疾病健康，我將永遠愛護、尊重你、敬愛你，終身不渝。請大家都俾掌聲，我哋新娘子同樣好感動、好真摯嘅宣言。好啦，各位，今日一對新人亦都好好準備咗對好靚、好名貴嘅婚戒互相交換。首先呢，會邀請新郎先為新娘戴上指環。好，接落嚟有請一對新人轉身面向對方。同人哋，我哋用掌聲迎接一個浪漫時刻，合緊交杯儀式現在開始。正所謂擁過香檳，情定終身。好啦，呢個時候亦都邀請我哋新娘為新郎戴上指環。呢個時間，我哋一對新人會喺台上有一個祝酒嘅儀式，有請現場來賓可以一齊拎起熱烈嘅飲品，同我哋一對新人飲翻杯啦噃。兩對新人祝福現場每一個來賓身體健康，生活愉快，我哋乾杯！好啦，各位，開心、溫馨、感動嘅事咧唔會停嘅。喺呢個時候咧，會邀請新郎先為新娘慢慢輕輕結上頭飾。新娘子好靚，新郎哥好體貼係嘛？非常之體貼。好啦，各位，相信呢個時候我哋一對新人不得不為佢哋為我哋做翻啲開心事係嘛？邀請新郎哥親吻新娘子好嘛？大家啲掌聲、歡呼聲鼓勵下。恭喜晒！相信以後 Andy 就好多機會繼續錫住 Vinny 嘅。
好，我哋馬上進行簽字儀式，麻煩我哋酒店導師。